继续，咱来关心发生伫新竹虎林国中头前的车祸，涉嫌驾毒驶车的驾驶是去弄到在一个囡仔下课的阿公阿嬷，这场车祸造成1个人死亡，6个人受伤。检方问话了后，即嘛是依照过失伤害等罪嫌，甲一个姓平的驾驶认为讲伊有可能会逃亡窜口径，申请羁押。因为法院嘛已经是裁定收押，不过并无禁见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涉犯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公共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，以及刑法之过失伤害等罪行重大，并认为有逃亡及串证之余，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我希望可以重判，因为我妈妈的生命跟小孩这样子突然就人生就没了。警察那边好像有说他有想逃避，说好像什么意识不清什么。死者家属是批评嫌犯想要推杀责任，希望司法会当判重刑。另外，受重伤一个5岁查甫囡仔，伊将这器官受损害，经过病院抢救，目前暂时是无生命危险。因为姓平驾驶面对媒体提问，伊是拢无做出回应。检方即马是认定讲，伊毋但涉嫌过失伤害，佮若亲像有驾毒驶车，嘛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因为法院已经裁定收押，也毋过并无禁见。